去到邊睇到邊，想點睇就點睇，全新策略滿足所有。女中豪傑咪呢啲咯，所以話新唔一定型，舊唔一定 out。Style 呢啲嘢你識條鐵咩？全新亞視 OTT。亞洲電視繽紛新一頁。亞洲電視繽紛新一頁。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計劃第一階段申請5月開始啦。計劃鼓勵自力更生，舒緩跨代貧窮。喺第一階段，4人或以上合資格家庭可以喺5月遞交申請。申領期係舊年11月至今年4月。申請表格而家可以喺呢啲地點同網站攞到。稍後會接受3人同2人家庭申請，記得申請啦。亞洲電視繽紛新一頁。歡迎收睇夜間新聞，我係潘詠儀，我係吳詠欣。亞洲電視嘅免費電視牌照午夜屆滿，主要投資者中國文化傳媒對停播感到萬分遺憾。係啊，中國文化傳媒強調亞視唔會因為停止免費電視廣播而消失。亞視不獲續牌，所有頻道會喺午夜起停播。主要投資者中國文化傳媒召開記者會話，對停播感到萬分遺憾，會尊重政府喺1年前嘅決定。雖然有關亞視清盤嘅聆訊將會喺4月13號開庭，但係強調亞視唔會因為停止免費電視廣播而消失。喺4月13號之前，亞洲電視唔係清盤，係向各方攞出一個可行性嘅方案嚟等亞洲電視繼續運行。咁我哋都出咗3個嘅重組方案。第一個，亞洲電視而家擁有21億嘅債務。咁亞洲電視傳媒集團呢，我哋會將呢啲債務作為一個重組嘅方案，係通過一個獨立第三方嘅審計。第二個方案，我哋會照顧所有員工嘅薪金，以及對員工進行重新嘅招聘，以融入集團唔同嘅發展方向裏邊。第三個，我哋作一個多元化嘅發展，作為一個全媒體。何子慧又話：中國文化傳媒擁有超過7000小時嘅亞視經典劇集，將來會翻拍觀眾喜愛嘅經典劇，並會租用衛星為香港、美洲、澳洲以至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嘅觀眾服務。中國文化傳媒3月初承諾重新聘用100幾個員工，最遲會喺3月底發出相等於1個月薪金嘅獎金。何子慧話：上個月投放1000萬作為亞視嘅營運資金，呼籲德勤將用剩嘅費用支付員工薪金，獎金將會以另一種形式發放。我哋呢都好樂意呢，就係用而家嘅資金呢嚟將亞洲1月份嘅薪水立刻發俾啲員工先。咁呢個獎金嘅話呢，我哋會以第二啲形式嚟發放，遲啲我哋會同大家宣佈。另外，對於法庭喺今個月中先至處理清盤案件，亞視欠薪關注組召集人曾憲國估計，勞工處會去到公司正式清盤先至發放破欠基金。
正喺美國首都華盛頓出席第4屆核安全峰會嘅國家主席習近平同美國總統奧巴馬舉行會談。習近平認為中美要以建設性方式管控敏感問題，避免誤解誤判。同時希望美國喺南海爭議問題上唔好選邊站隊。孫兆勤報導。中美元首喺出席第4屆核安全峰會之前舉行雙邊會談，係佢哋今年第一次會面。習近平話：中美共同利益遠遠大於分歧，雙方應該喺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同埋重大關切嘅基礎上，通過對話協商，積極尋求解決彼此之間嘅分歧，或者係以建設性嘅方式管控敏感問題，避免誤解誤判同埋矛盾升級，防止中美合作大局受到大嘅干擾。有關美國近年嚟不斷插手南海爭議，習近平就話：中國堅定維護喺南海嘅主權同埋相關權利，亦尊重同埋維護各國依據國際法享有嘅航行同埋飛行自由，同時唔會接受任何以航行自由為藉口損害中國國家主權同埋安全利益嘅行為。希望美方恪守喺有關主權同埋領土爭議嘅問題上不選邊站隊嘅承諾。台灣嘅民進黨喺5月就會上台執政。台灣問題一直係中美關係嘅敏感議題。習近平強調，中方將會堅持九二共識嘅政治基礎，繼續推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堅決壓制任何形式嘅台獨分裂行徑。希望美方恪守一個中國嘅原則，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發揮建設性嘅作用，同埋不為藏獨勢力從事反華分裂活動提供任何支持。關於朝鮮半島核問題，習近平強調，中方係反對北韓發展核武器，半島係唔能夠生亂生戰。中方堅持通過對話談判解決問題，不得採取任何可能影響到其他國家安全利益同埋地區戰略平衡嘅舉措。中方堅決反對美國喺南韓部署薩德導彈防禦系統，話咁做係會損害到中國國家安全利益同埋地區嘅戰略平衡，係損人不利己嘅做法。奧巴馬就話，中美喺人權、網絡安全同埋海洋航行自由等議題係存在住重大分歧，不過雙方就同意坦誠交流，縮窄分歧。亞洲電視記者孫直勤報道。喺一連2日嘅核安全峰會舉行之前，北韓又有動作。今日中午向朝鮮半島東部海域發射咗1枚短程地對空導彈。徐子瑩報導。南韓聯合參謀本部話，當地時間晏晝，北韓喺咸鏡道一帶向朝鮮半島東部海域發射咗1枚短程地對空導彈。北韓喺上個月29號亦都曾經喺江原道元山地區用300毫米火箭炮發射咗1枚短程飛行物體，事隔3日又再發射短程地對空導彈。韓聯社報道話，呢1枚導彈飛行咗大概100公里，一度懷疑係彈道導彈，但南韓軍方對雷達軌跡進行分析後，確認係短程地對空導彈。分析認為，北韓趁住美國華盛頓舉行嘅第4屆核安全峰會開幕之際，發射導彈抗議國際社會對北韓嘅制裁。今屆嘅核安全峰會，中國、美國、南韓同日本嘅領導人多次重申就北韓問題加強合作，並嚴厲警告北韓唔好作出挑釁行為。亞洲電視記者徐子瑩報導。喺核安全峰會期間，美國總統奧巴馬同南韓總統朴槿惠以及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就朝鮮半島核問題舉行3方會談，強調將會加強向平壤施壓，應對北韓嘅軍事挑釁。陳佩琪報導。面對北韓近月接二連三嘅核試同埋試射導彈，美日韓3國首腦商討點樣應對北韓嘅威脅。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話：北韓研製核武同埋導彈對國際社會構成直接威脅。佢警告北韓一旦再次挑釁，將會面臨更加嚴厲嘅制裁同埋孤立。安倍晉三同南韓總統朴槿惠嘅關係一向冷淡，但係北韓問題令到兩個人喺近月加強溝通，而奧巴馬亦都希望拉攏日韓加緊合作，一方面防範北韓，同時亦都可以抗衡中國。另外，國家主席習近平亦都同朴槿惠見面，就朝鮮半島嘅形勢交換意見。習近平重申，制裁唔係解決問題嘅辦法，只有重啟6方會談，先至可望消弭北韓嘅核危機。
習近平又敦促各方避免採取任何可能加劇局勢緊張嘅言行，不得損害本地區國家嘅安全利益同埋戰略平衡，暗示反對美國喺南韓部署薩德反導彈系統。亞洲電視記者陳佩琪報道。翻嚟本港，阿欣啊，你有冇去過馬騮山睇馬騮啊？有啊，不過有部分嘅市民呢就中意餵野生猴子，令到多個郊野公園馬騮數量急增，為附近嘅居民造成不便啊。係啊，咁所以為咗要控制野猴嘅數目，2006